大家好，今次沙田全泥夜賽，商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係第一場5班12米嘅機械騎士，第6場4班18米嘅赤風里，同埋第7場4班1650米嘅開心宇宙。而2匹落飛馬精選就錄喺第8場3班12米嘅穿甲戰鷹，第9場3班1650米嘅不同世界身上。文救機械騎士去季在4班泥地1200米得過1冠3季，贏馬一躍，以2個多馬位擊敗亞軍嘅狼線好斯，盡顯泥地實力。華威威嗰啲啊，最後100厘米，機械騎士啊越走越鬆容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3米贏緊呢場賽事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外邊位置狼線好斯啊，入邊追上嚟有個華威威。今季轉入文家良馬房，頭2仗跑泥地都表現平平，上場落5班轉戰谷草1200米得第6，狀態逐漸回勇。今次返回贏馬路程泥地1200，續配黃之雲減磅出戰，可望重拾勝仗。第3名快樂寶寶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有呢隻呢就金盛名區咧，香港神區幸運派彩啊！暫時殿後係赤風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！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吉星騎士帶頭喎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龍城精將啊，內欄第3高高至高啦，第4位63鬥志波啊，內欄第5黑3仲有自然動力啊。吉星騎士佔先少少啊！見到龍城精將高高至高一隊已經上緊嚟啊！中檔位置仲有鬥志波，出邊開心勇區嘅去勢亦都相當勁啊！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大眾福星中檔榮進大道啊，最後100厘米開心勇區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呢拋甩咗少少噶啦！榮進大道呢個時候撻着咗追緊佢，接近終點，開心勇區到先啊！跑第2名外邊榮進大道啊，第3名高高至高，第4名係幸運派彩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都認真厲害啊！開心勇區轉咗馬房，即刻跑過第2。今場賽事順利贏埋，榮進大道狂追上嚟㗎。首到再來佔先啊！肥仔精神呢就逐步追緊，中間有旗幟鬥士啊，外邊冚嘅馬有準輝煌啦、加州活力啦，後多層嘅馬先見到呢仲有和道威啦，咁啊再喺入邊上咗少少呢，仲有加州星號啊，最後100厘米開心宇宙透出咗，外邊準輝煌逐步上緊嚟，出邊仲有加州活力，中間呢仲有旗幟鬥士啦，入邊肥仔精神啊，接近終點，開心宇宙仲係佔先，準輝煌追緊佢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開心宇宙。中間位置開心宇宙開始上嚟啦，埋邊頭位上有林寶精神啦，中間係小飛俠啦，南眼洲啊彭越啦，出邊追上嚟就本領輝煌啊，最出嗰邊仲係隻特別美麗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開心宇宙佔先嘅，埋邊追上嚟嘅馬呢有林寶精神啊，出邊特別美麗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彭越啦，咁啊最後100厘米埋邊林寶精神喘咗上嚟，終點前將開心宇宙趕過咗，彭越第3、第4名，外邊係特別美麗啊！開心宇宙大外檔黃金騎士啊，最後100厘米安刀埋邊透出，中間有開心宇宙加樂寶區，最出仲有黃金騎士，接近終點安刀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噏上噏落啊，埋邊開心宇宙，出邊係黃金騎士，第4名加樂寶區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安刀原欄都攝啊，慳咗好多位嘅情況之下贏馬，第2名呢，中間開心宇宙，出邊黃金騎士。揈出去外邊衝啊嘛，有仍然威風啦，中檔位置係賢力寶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穿甲戰鷹啊！好啦，最後200厘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超寫意啊，外邊追上嚟咯，就係呢隻標誌極光啊！中檔位置仲有巴基之星啦，埋邊啊星月飛雲，內欄呢仲有隻勁進王者，外邊穿甲戰鷹啊！最後100米到超寫意響前面走甩咗少少，勁進王者一路衝緊上嚟，有冇機會追過佢要影相啊？最出紅眼罩呢就熾烈神區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灑落仲係佔先啊，樂勝天下率先上嚟向佢挑戰啊，中間位置有進步騰飛，埋邊啊得心之餘啊，出邊追啲嘅馬仲有時尚風趣啊，熾烈神區中間穿甲戰鷹啊，最後100厘米啦，樂勝天下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，進步騰飛第2，熾烈神區第3、第4名有穿甲戰鷹。
馬林中間呢，灰馬紅眼罩就海明神區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新二馬仲係佔先半個身位啊。咁啊，見到呢個時候堅有利就沿住個中檔追啦，中間不同世界亦都上啦，海明神區埋邊冇位啊，入邊呢仲有隻升價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堅有利喺外邊埋邊呢就不同世界兩匹馬拍住嚟鬥，叮當碼頭要影相啊！第3名嘅馬海明神區，第4名係呢隻呢新二馬。海明神區灰馬紅眼罩喺入邊搏位，出邊追嘅馬仲有黃龍飛將，最出係精彩動力同埋安泰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新二馬走甩咗2個馬位嘅，見到中檔位置不同世界上緊嚟，入邊嗰個時時精準啊！外邊追嘅馬呢，仲有黃龍飛將內欄呢，咁啊就係呢隻勁進飛翔啊！最後100零米，新二馬已經係走到順晒，一放到底，今日3場泥地賽都係放頭馬贏，時時精準呢，就跑第2，第3外邊不同世界主跑第4名。埋邊勁進飛翔啊！咁啊真係睇嚟步速唔快嘅呢場馬，咁啊新二馬好順利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啦，時時係嘅馬，時時精準喎呢一隻啊，都有機會跑第2。出邊係不同世界啦，第4名都係懸欄追上嚟，勁進飛翔。